希伯來書13第8節，耶穌基督本一樣，差半日也好，幾日也好，前面研究，耶穌一樣，咁咪一樣，佢嘅大能力一樣，佢嘅愛一樣，佢嘅前能一樣。嗱，所以即家行列嘅社會，即係依靠上帝嘅力量。約23第13節按樣已經講到，上帝冇改變，冇變化，冇有乜嘅能力能夠對付佢，佢全能做一切，就佢家嘅合意。嗱，所以即家依靠上帝，上帝家嘅統裁，佢牽帶一家，帶一家去勝利。約23、14節按樣講到，佢鋪排將前途嘅路線本設計，還要按到佢鋪排好好嘅本設計，這樣設計講依靠耶穌，設計盼望並且上帝一定去帶設計勝利，大家得勝。嗱，係講設計依靠設計人類嘅能力，設計人類有限制，設計聰明有限制，設計嘅力量有限制，設計樣樣有限制，係講依靠耶穌基督。冇限制，因為佢本一樣，佢錯天錯地嘅上帝，全能嘅上帝。阿門。